动员的这个签。那今天特别到三峡，也是桃园最临近的区块，来视察我们课后辅导以及寒假的育乐园，孩子们在学校上课的情形。那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工作，因为在疫情严峻的时刻，我们一定跟桃园并肩作战，同时也更采取更严格的防疫，所以学校一定在课后辅导，跟我们上课期间一样，3级防护、健康原则一定要做到位。所以今天来龙埔国小特别来重视这个区块，顺便巡视我们的防疫物资有没有这么多的好。那当然，我们邻近有6个区块，这6个区块像林口、泰山、新庄、士林、莺歌、三峡，这6个区块都是最接近的区块。除了这6个区块，我们更严格紧密来面对以外，其他的我们都还是一样提高防疫等级。那我们的县市已经在做大清消的这个防疫、环境卫生的整理，所以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学校的周遭、市场、公园很多的公共领域都已经在做大清消。我们希望用大清消减少环境的污染，同时在这6大区块里面，我们更会跟桃园采取同步的一样的态度，严格防疫。像老人共餐这6个区块，我们原则上在其他的区块是以外带为主，不再共餐，但这6个区块原则上是一律全部都是禁止，不再提供老人共餐。中央的整个策略，目前为止，在整个边境的管制上已经采取等于是类似锁国的一个方式，只允许国人回来。那国人回来每天所掌握的人数，我们新北市都非常的清楚，只要进到我们新北市，特别是新北市民，都会做好居家检疫。目前这样一个原则的方式并没有改变。那我们一切以中央在疫情指挥中心针对，尤其在春节期间回来的国人大概量有多少，我们一定会提高我们所有的防疫的层级以外，更重要，我们会动员所有的人力跟物力，把春节期间回来这么多可能预估到的这些需要居家检疫的人士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准备好。所有国人欢迎回家，但是我们更要把防疫等级升级，全力动员人力物力做好防疫。